大家好，我是方莹，我是詹多古仁波切的弟子，也是克切拉的英译汉的翻译，已经长达8年的时间。那前几天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世师50颂的第一个偈颂也就是马明菩萨所写的这个世师50颂，或我们称之为上师50颂的第一偈颂。那第一偈颂呢，其实说的就是能得吉祥金刚心地音，次第顶礼上师莲座下。拜师无数根本清经内，重点少及说此因理听。那这个偈颂呢，说的是要获得这个圆满无误，或者是这个圆满的这个佛果的话呢，主要的这个因呢，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上师。也就是说，上师其实跟佛是无异的，是相同的。上师其实就是佛的这个化身，或者是佛的代言人。所以呢，我们要证得这个佛果呢，我们就必须靠我们的上师。靠什么意思呢？就是依止我们的上师，因为上师呢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佛位，证得这个佛果。因为佛他们自己本身也走过这条路，甚至是佛的这个化身。所以呢，也是从古至今，从佛陀说法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佛的这个教法之所以能够一代的传一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上师的存在。上师把这个佛的法教，佛陀所讲的这些法，一代的传给他们一代的弟子，然后又另一代的弟子呢，成为上师之后呢，再传给另一代。所以上师在我们的这个学佛或者是成佛的这个路程当中，扮演着非常至关重要的这个角色。当然，我们也说佛其实就是上师其实就是佛的化身，因为我们的这个金刚持就曾经说过，在这个末法时代呢，他呢就是将会以一个上师的身份来度化跟他有缘的众生。所以呢，我们就相信佛其实上师其实就是佛的化身。所以这个偈颂他要说的是要证得这个佛果，我们的这个因素或者是这个主因其实就是我们的上师。所以呢，我们应该要顶礼在上师的莲座下。就是这一句其实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上师表现出最大的这个谦敬心，因为上师是能够使我们获得这个佛果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推动或者是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呢，我们要对他表示最大的谦敬。那怎么表示最大的谦敬呢？就是顶礼在他的脚下，也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头，就是我们这个最珍贵的这个部位，整个身体我们觉得最珍贵或者是最高尚的这个部位，去触碰另一个人，也就是我们上师他最怎么说最污秽最低下的地方，也就是他的脚。所以呢，我们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呢，去跟上师表示最大的谦敬心，因为他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成佛的那个人，他是能够让我们成佛的因我们就对这样的一个人表示一个最大的谦敬。那第3句说的是拜师无数根本清经内最后一句是重点少及说此因理听。意思也就是说，马明菩萨，也就是照世师50颂的这个人呢，或者上师50颂的这个人，他说他这个因为过去其实有很多密续经典里面都有关于世师怎么世师怎么依止上师的这些种种的教诲，但是从来呢就没有人把这些教诲都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呢，马明菩萨呢，所以他说他在造这个世师50颂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从各个密续经典里面的这些开示呢，主要是针对世师的这个开示，都把它重点的集合起来，然后就把它造了这一部世师50颂。所以呢，大家应该要对这一部世师50颂保持信心，也充满信心，因为这个来源是清净的。然后呢，也应该非常谦敬的、专注的去聆听、去学习。所以第一偈颂要说的就是这样。好，那第2偈颂呢，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第2偈颂是什么呢？第2偈颂念的是所有十方世界中，佛及菩萨30时，礼拜金刚阿舍离，灌顶大上金刚师。那他这里说的是所有十方世界中，所谓的十方世界是什么呢？所谓的十方世界其实指的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跟下10个方向。其实这里所说的十方其实指的就是虚空。那他说
这个虚空中的所有的佛跟菩萨30时，所谓的30时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一天当中的上午、中午跟下午。这些佛跟菩萨呢，每一天的上午、中午和下午都会给予他们这个灌顶的这些上师，也就是金刚上师就会给他们的这些上师每一天3个时段都会做礼拜、做供养就是表示这些佛菩萨每一天3次都会向自己的给他们灌顶的这些上师做供养跟礼拜，那就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要做相同的这个举动，因为连佛跟菩萨已经有这么这么有成就的一个佛跟众菩萨，一天3次都要向自己的上师做供养、做礼拜，就是说，其实上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应该按照佛跟菩萨的这些行迹去做。那这边呢所说的灌顶，这个给予灌顶的这个金刚上师其实是谁呢？其实我们先说灌顶，这里所说的灌顶，其实藏传佛教里面所说的灌顶，其实分成3种。那第一种呢是做成熟因之灌顶。第二种呢是做解脱道之灌顶，那第3种灌顶呢是解脱果之灌顶。这里呢，在这个偈颂里面所说的灌顶大上金刚师灌顶的大金刚师，其实说的就是第一种灌顶，也就是做成熟因之灌顶。好了，那我们这一边呢，就是要再跟大家仔细的再说。好。其实呢，宗喀巴大师就曾经说过，如果你以为灌顶呢，只是灌顶那个过程呢，一定是必然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宝瓶触碰到你的头顶，这个过程做过之后呢，其实就是表示你已经受过灌顶。其实严格上来说，要接受一个完整的灌顶，其实你必须经过前一些步骤。就是在这个宝瓶碰到你的头顶之前，你必须先了解你要接受的灌顶是什么，你必须听过那个灌顶的释论，就是在接受整个灌顶仪式之前，你必须接受灌顶的开示，也就是说，你灌的是什么顶，然后在灌顶之前、之后跟在整个修法当中你应该做些什么，这整个修法的释论你是必须先知道。然后呢，再进行那个所谓的就是宝瓶碰到你头顶的这个仪式，那你的这个灌顶呢才算完整。所以呢，这里要说的就是说，不要以为给予就是灌顶，这里所说的这个灌顶大上金刚就是这一句这边所说的是礼拜金刚阿舍离灌顶大上金刚师，所以这里灌顶大上金刚师其实也包括给予你或者是给予你密续教诲的上师，也可以被视作你的灌顶大上金刚师，不只是替你做那个仪式的，是你的灌顶大上金刚师，是给你密续教诲的灌顶大上金刚师，也是就是给你那个密续释论或者是密续开示的上师，也是你的灌顶大上金刚师。因为3种灌顶嘛，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做成熟因之灌顶，做解脱道之灌顶，做解脱果之灌顶。所以呢，这里马明菩萨所说的灌顶其实就是第一种，也就是做成熟因之灌顶，也就是准备让你做这个灌顶的这个灌顶，也就是做成熟因之灌顶。所以呢，意思是说，宗喀巴大师的意思是说，即使没有给你做那个真正仪式的那个上师，但是呢，只是给你密续开示的这个上师，其实也是你的这个灌顶大上金刚师。好，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好，然后呢，对，我们也应该是那些给我们密续教诲的上师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灌顶大上金刚师金刚上师。所以第2段呢要说的，其实再回去我们就是再回去整个偈颂要说的是，你连这些佛跟菩萨每一天的3个时段，也就是上午、中午、下午，都会到自己的给自己灌顶的这些上师的面前去做礼拜，
去做这个供养，那更不用说是凡夫俗子的我们。那这一个呢，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些修行人，应该时时不忘礼拜跟供养上师。好，我们来到第3个寄颂，最胜意乐30时，合掌持花曼达拉，供养世尊咕噜师，顶礼恭敬皆足礼。那我们说了嘛，就是上一个寄颂说，佛跟菩萨，每一天3个时候都会给上师做礼拜跟做供养。那我们应该具体做些什么呢？所以呢，第3个寄颂呢就告诉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那据这个第3个寄颂呢，他这边所说的最胜意乐30时，最胜意乐其实指的就是最大最虔诚的那个谦敬心，我们以一个最大的信心、最大的信任、最虔诚的这个心呢，去向我们的上师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合掌，就是去礼拜的意思。然后呢，还要带花，持花就是做供养啊，其实是做供养的意思。还有献这个坛城，也就是献曼达拉。那就供养，就以这几样东西呢，去供养我们的这个世尊咕噜师。世尊说的，就是一个佛，我们的上师佛。上师佛的意思，咕噜其实这里所说的咕噜师，其实就是梵文里面的咕噜，所以这边用汉译呢，就是用汉译来翻译的话呢，就是咕噜来供养我们的这个佛上师，就是一个如佛的上师，或者是跟佛无异、跟佛无二的这个上师。然后呢，我们还要向我们的上师顶礼，然后呢，恭敬接足礼，就是还要去跪拜在我们上师的脚下。好，那这里要说的就是呢，每一天呢，就是要就是佛跟这个菩萨一样嘛，3个时候我们以最大的谦敬心，每天3个时候，也就是上午、中午跟下午呢，以最胜意乐就是最大的谦敬心、最大的信任，来合掌恭敬礼拜上师，然后呢，并且呢，供养上师喜爱的那些东西，然后呢，再供上这个堆花，还有曼达拉，也就是坛城，来供养上师。然后呢，就像亲手供养佛陀一样，而且呢，最恭敬的顶礼呢，其实就是接足礼，也就是用自己的头面来触碰上师的脚。好，那这里呢，其实还要跟大家补充的就是，其实当我们接受这个，尤其是无上部的这个无上瑜伽部的这个密续灌顶之后呢，其实我们是已经承诺就是每天呢要给自己的上师献3次的这个曼达拉。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较都很难可以每天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一整天都能够看到自己的上师，或者是如此的接近自己的上师，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透过修这个上师相应的就是跟上师相应的这个仪轨每天修6次或广或略的其中一种上师相应仪轨。那这个相应的仪轨呢，就可以去弥补我们这个已经承诺过的每天3次要做这个曼达拉供养、坛城供养的，因为我们没有在上师身边，所以做不到。所以呢，可以用这个每天修6次或广或略的这个上师相应仪轨来做这个替代。那他说呢，这个与上师相应的仪轨呢，内容其实就包括对师长的这个供养、顶礼跟曼达拉，所以呢就已经符合了每一个经序里面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寄颂里面所说的每天3个时候要对师长做供养、顶礼，还有献曼达拉的这个要求。好，我们来到第4个寄颂。第4个寄颂呢说的是在家或者初学士，法经佛像前供养，学密弟子真心礼，有时则悉诸一棒。那这边呢所说的是在家或者初学士法经佛像前供养，它其实这个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要亲近或者是去服侍上师，或者是对上师表示恭敬。其实服侍上师尤其或者是对上师表示恭敬有3种方法。那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最基本的入门的方法，就是献你的这个财物，有财的人供财，没有财的人供物这是最入门的一个供养。那第2个供养呢，就是更加殊胜的供养呢，比起第一个相比起第一个更加殊胜的供养是
身语成事。那其实说的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就是你真的是能够待在上师的身边就是帮上师煮饭替上师打扫房子，然后替上师准备一切他需要的东西，就是尽身的去伺候自己的上师，甚至可能是可以替上师做任何的事情去帮上师处理日常生活上的东西，或者是可以去赞扬自己的上师。其实这种其实都是一种供养身跟语的这个城市可能可以就是替上师做办事情。那其实更加殊胜的供养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去亲近或者是去表示尊敬，其实更高的一种方式其实是依教修行。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最大的这个表示对上师表示最恭敬，对上师表示最大的供养，就是表示最大的恭敬，其实是透过你是否能够依你上师的言教去修行，那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也其实都跟我们说过相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可以对自己的上师做财务上的供养，其实是挺好的。但是比起财务上的供养，还要更高更殊胜的，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抽出我们的时间，牺牲我们的时间，牺牲我们的自由，就可以很亲近上师的去服侍上师。就是每一天都能够帮上师去处理日常生活上的事情，或者是你知道你的上师是要去弘法的，那你就可以帮助你的上师去弘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身体实实在在的，就是待在上师的身边去服侍他，去帮助他完成他的这个弘法的伟业。但是其实更高最殊胜的供养，其实是你能够依照你上师所教的这些法，然后去修行。比如说上师叫你不要说妄语，那你就真正的做到一丝不苟的做到不打妄语，不说妄语。因为毕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亲近自己的上师，所以呢，难道是说难道因为我没有在上师身边，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服侍我的上师了吗？其实服侍就是分成这三种嘛，财务上的服侍，或者是身体上的服侍，就是我们真的怎么说，亲力亲为的去服侍自己的上师那更高的服侍或者是更高的恭敬，其实可以透过我们依照这个上师的法去修行，这是更高的。好，那这边他这个寄送要说的是，如果你的上师是一个刚刚出家的一个，可能还是一个怎么说，还是一个刚刚出家受戒的一个僧人，或者是你的上师其实是一个在家人，但是你本身这个弟子本身又是一个已经受过这个比丘戒或具足戒的这个僧人，那你在人或者是在群众或者是在其他人的面前，你就不适合跟你这个刚刚出家为僧的这个僧人或者是一个在家的一个上师不适合在大众面前向这些上师顶礼。因为呢群众呢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那他们会升起误解，然后会让他们对佛教升起误解，或者是升起这个邪见，所以这是我们想要避免的事情。当然这个情况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出家人，这个弟子本身是一个出家人，比如说我好了，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是我的上师是一个刚刚受过这个出家戒的一个小沙弥或者是我的上师是一个在家人，那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是不适合在众人的面前对他们做这个行这个礼拜的这个举动是不适合的，因为会对他们会给那些群众呢造成误解，会让他们升起邪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不应该就是在这一些人的就是群众的面前，对这个在家的这个上师，或者是这个刚刚受戒的这个小沙弥的这个上师，可能也不一定是小沙弥，可能就是刚刚受戒的这个法师，也不适合在众人的面前呢替上师洗脚擦背按摩，这些都不适合。那我们呢在顶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顶礼上师的这个法座上的这个佛经法本或者是佛像对这些东西做礼拜供养就可以了。但是内心呢就不要忘记你是真心的向上师顶礼。
也就是说，上师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在家人嘛，或者是一个刚刚受过戒的这个僧人但你呢就已经是接受过了这个具足戒，也就是比丘戒的一个僧人。那今天你要向你上师在群众面前，你要向你上师礼拜的时候呢，你应该礼拜的是你上师法座上的法经佛经，或者是法本，或者是佛像或者是佛塔像这些东西做礼拜，那就可以让众人不对你的这个举动产生误解。但是你心里面呢要非常清楚了解，你其实就是在礼拜你的上师这一个寄诵呢要说的就是这样我看看还有什么要对，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在古印度呢就是在印度的佛教史上面呢，其实有2位印度佛教大师非常出名，那他们是月称大师和月观大师 Chandrakirti 和 Chandragomin。 那月称上师呢其实是一个僧人，那这个月观大师呢其实是一个在家人。那这2个大师呢，他们都经常的一起互相就是针对佛法、针对佛经来进行辩论。2位都是非常有着非常享负盛名的这些大师。那就是不同的是，月称上师大师呢本身是一个出家人僧人，那月观大师呢是一个在家人。那有一次呢，那这个月称大师就邀请月观大师到那烂陀寺院那烂陀其实是印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佛教大学，一个佛教学府。那这个月称大师呢就邀请月观大师到那烂陀寺去。那那烂陀寺当然里头都是僧人，那这个月称上师呢就建议说他会就是让这个那烂陀寺的僧人呢都出来站成2排来迎接这个月观大师的到来。那月观大师呢就说不行，因为他是一个在家人，他不想让其他的群众看到就是僧人对他好像很恭敬的样子，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会让群众产生误解，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在家人，那在家人出家人是不应该向一个在家人礼拜的。所以呢他就跟月称大师说不，我不要这么做因为我是一个在家人，我不想让其他人对这个圣教对这个佛教产生误解。那呢这个月称大师呢就非常的善巧，他就跟月观大师说，你不要担心，我会在你的马车前面呢先放一个佛像，对，放一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像放在你坐的这个马车前。那么呢其他人呢就会以为他们恭敬的对待的这个礼拜的这个对象呢其实是佛像而不是你，那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呢月称上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善巧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问题还是解决了。所以这个其实也就表示了，当你面对说比如你是一个僧人，然后你的上师是一个在家人的情况，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也就是刚才我给的那个例子，就是像你的上师的法座上面的法本佛像做顶礼，那其实但是你心里面知道你是向你的上师顶礼的，那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我们来到第5个寄诵，也就是共作站礼有义事，供养等事做一切，金刚弟子力士全，能放大礼无上师。那这边呢要说的就是说，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擦背洗脚按摩这些不适合在群众面前做的这些举动不做之外呢，其他的对上师表示尊重的举动今天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就即使你的上师是一个在家人，或者是你的上师是一个刚刚接受这个出家戒的一个僧人你即使是你一个出家人，但是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举动不能做之外，不适合做之外呢，其他的对上师表示尊敬，比如说上师走进这个大殿的时候，我们站起来，然后呢跟上师表示这是他的座位，这些种种的，还有供养的这些举动，供养财物供养其他东西，供养曼达拉，这样的举动还是一定要照着做就是
至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供座，就是说向你的上司表示来，上司这是你的座位，就是还要就是当上司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跟着站起来表示尊重。或者是上司交代要办的事情，就要尽力的去完成，然后要更加以时时刻刻呢，以我们的身口意三门来供养上司，这些都是弟子应该做得到的事情不管你的上司是在家人或出家人，或者是不是一个刚刚受戒的这个上司，那这些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得到这个第5个寄送呢要说的就是这样。就是除了做那些会让人误解的这些举动之外呢，其他的供养表示尊重的这些举动都一定要尽全力的去做。好，那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然后接下去呢，我将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6个寄送、第7个寄送、第8个寄送，到最后会完成所有的50个寄送。